3月份的苏州春暖花开，看看山前陋室，吃吃面，不看男人，不看儿子，一个人的生活这样精彩。来碗酥煎面，哎哟，也是安家叫酥煎面啊！面膜是一句话，原来就会来新村边浪面店，侪是好拨烂苏州吃的。现在看来搿点人，吃脱个吃脱，搬脱个搬脱。再办个新苏州人，工作再难寻，肚皮还是要吃饭。结果随时标准大幅度降低，下一班店今朝办下一班店。再发后，对不起3800块的退休工资，对不起老人们里向烂苏州搿只石头鱼。凤凰街琼林谷面庄，面的是同行当中的天花板，高低们专门为企业退休工人量身定做。老板个理念，年一书记，随时要相册刮的，不进则退。看看谁还吃的，可惜嘴巴只有一张。来碗伊多鲜面。现在讲米蛋了哈，我起码58年，分吃那个为上海吃个伊多鲜菜，自家屋里向都得钩子穿他多不出一个米蛋来。现在讲的最多搿样快做啥？马上就去开直播，还让你所有的粉丝到琼林谷来吃面。搿么凤鱼鸡边没生意干135琼林谷246凤鱼鸡，礼拜日到了屋里向喝白浪汤。